心一点，这样，全部从中心点。哦，好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很简单哦。等一下，各位长官要自己动手了。中间来，各位长官可以试看看，力道不要太大，太大会变蝌蚪哈。你用最轻的力道来做它，然后不用紧张，就是放轻松。你紧张的话，它会卡住在里面，就是不用考虑太多。这个是一种疗愈舒压，你就当做今天我放松。你看我每次去一些老人关怀协会，90几岁的阿嬷都玩得很开心。他会跟我说，他回归童年，忘记一切。所以现在你们回归童年，不要把工作的压力带回来。现在就可以从中心点哈，来这里很多只，一人一只，可以到那个他们长官这要抓起来，来，长官这个 NG， 我们要换另外一个。